台湾的防疫受到肯定，但是也是互世界卫生组织排除在外。所以，台湾联合国协进会等等的单位要向全世界讲出心声。台湾加油！韩良善下台。民进党、民众党时代力量立委做会立法，不过就无看到国民党的立委，因为呼吁世界卫生组织要重视台湾即摆伫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贡献。台湾的模式在这里的话，大家也可以学习哈。那当然，那这样的过程里面呢，我们也跟全世界，无论是在这个防疫物资，以及这个疫苗的研发，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正常的完成，每年不需要再跟中国这个谈判，这个 WHO 的秘书处就可以发这个邀请函给台湾。台湾伫2008到2016年，佫会使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WHO 会议。不过，台湾联合国协进会讲到，现任的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就任了后，唔但无过邀请台湾，连台湾人帮听的权利嘛被取消。其实就已经跟韩国、跟菲律宾、跟印尼这些国家的大学，他们已经有共同的卫生研究计划，有新的组织可以去取代 WHO， 我们也不要放过。伫这场防疫战争，所有人的声音，拢应该互世界听到。